还要回纹针起一点点。回纹针起一小段了。回纹针要放进去啊，塑胶折起来夹，折起来夹着，这样。看，要套进那个金属的，要套进那个金属的，这样才穿得进去啊。要有那个回纹针那个金属的部分才足够的硬，才能够穿得进去那个金属的外壳。那个叫插销啊。好聪明啊！